是桥上给人发汤的。每个人都要走过奈何桥，孟婆都要问是否喝碗孟婆汤。要过奈何桥，就要喝孟婆汤；不喝孟婆汤，就过不得奈何桥。过不得奈何桥，就不得投生转世。一生爱恨情仇，一事无成得失，都随这碗孟婆汤遗忘得干干净净。今生牵挂之人，痛恨之人，来生都形同陌路，相见不识。阳间的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一只碗，碗里的孟婆汤，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生所流的泪。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，都会或泪或喜，或悲或痛，或恨或愁，或爱，点点点点点点点。孟婆将他们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，煎熬成汤，在他们离开人间，走上奈何桥头的时候，让他们喝下去，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仇，干干净净，重新进入六道，或为天，或为人，或为畜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喝下孟婆汤，因为这一生总会有爱过的人不想忘却。孟婆会告诉他，你为他一生所流的泪都熬成了这碗汤，喝下它，就是喝下了你对他的爱。来的人眼中最后的一抹记忆，便是他今生挚爱的人。喝下汤，眼里的人影慢慢淡去，眸子如出生婴儿般清澈。喝过孟婆汤，能忘掉尘世间的苦与愁、哀与乐。只要喝了他的汤药，前世今生的仇怨便会忘得干干净净，来世重新为人，牵挂之人，痛恨之人，来生都将形同陌路。这种让人相见不是这汤，就叫做孟婆汤。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，第七关奈何桥。关于此桥，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，一种叫做奈何桥，另一种叫做奈何桥。过奈何桥后，一去不回头。桥分三层，上层红，中层玄黄，最下层乃黑色，愈下层愈窄，愈加凶险无比。生实行善事的走上层，善恶兼办的人走中层，行恶的人就走下层。河里面尽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，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，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，为自己寻找替身者，以便使自己能够脱生而转世。头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，拖入污浊的锅抛之中，为铜蛇舔狗咬噬，受尽折磨，不得解脱。过完奈何桥，便可通往6个去处，即是进入6道轮回：天人道、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，也叫长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其中天
人、阿修罗人都属于上三道，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则属于下三道。至于去哪个道，是根据亡灵生前所做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。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，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并不通用于所有人。因佛教中修行之人，如果功德圆满的，临终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，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，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，因业力牵引，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。http://aphex.blog